阿弟姑、悠悠妹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咦，是有什么好玩的吗？不是啦，你们看，鸡片按偶轴，鸡片按偶轴。我是叫你们看那边很脏。而且那边很脏，这边又有一个脚印哎。我跟阿弟古在猜，应该是有人踩到那边，再把脚印留在这里。奇怪了，哆瑞咪经理，会不会是你的脚印啊？我怎么可能？那个脚印这么大，不可能是我的啦。对啦，这个脚印这么大，应该不会是我们的，所以说也有可能是大魔王！怎么了啦？哎呦，你们刚才这样推来推去的，害我不小心踩到脚印，脚都脏了啦。对不起啦，你的脚脏了，记得要把它洗干净，不然大魔王会跟着脚印找到你的。对，叫撞我左哎，我夹去洗枪了。哎呦，你说什么啦？哎呀，我说你的脚弄脏了，要赶快去洗干净。而且可能会像哆瑞咪精灵说的一样，大魔王会跟着脚印来找你耶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吓我了，我会去把脚洗干净的啦。怎么补不起来？哎呀，所以说你待会赶快去洗干净，要保持卫生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啦。那阿弟姑，帮我拿肥皂的客家话怎么说啊？做得同爱拿茶古毛。悠悠妹，做得同爱拿茶古毛。OK， 没问题。拿了肥皂之后，记得把你的脚洗干净，不然大魔王就来了。我也害怕大魔王，你赶快去洗脚，赶快去洗脚。你们不要吓我了。阿弟姑，哆瑞咪经理，悠悠妹，我的脚拔不起来，你看黏住了，怎么办？大魔王，大魔王要来了。鸡片按偶轴，意思就是那边好脏，脚撞偶轴诶，我夹去洗枪来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脚弄脏了，要赶快去洗干净。说得同爱拿茶古毛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可以帮我拿肥皂吗？今天故事里面的客家话，大家有没有都学会啦？学会了。很强哦。十行哇哈哈，上的海树上搭，青菜乱喷水，海爱湿哒哒。乖的喊有阿伯，屁蛋爱冲公呱呱呱。噜啦啦噜啦啦呱呱呱，噜啦啦噜啦啦呱呱呱，噜啦啦噜啦啦呱呱呱，噜啦啦呱呱呱。茶古细细讲经，粗粗思想扫扫都市，摆弄事物脚比脚谈，全部是相亲。细条妈妈咪呀，条那当全部穷佛山泡发，不必勇敢莫惊，沙漠长冲水哗啦啦，风呀来牙不开，爱抢生有。水通擂茶，18爱洗身啦。